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和平、改革、发展是中东各国的普遍的需要，为地区活力之源。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，坚持平等相待、求同存异。我们支持召开新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，支持探索创新中东促和机制，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，推动巴以和谈尽快走出僵局。企业家论坛等机制，企业家论坛等机制，积极推中阿合作论坛在推动双方加强对接方面大有。让我们发扬丝路精神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朝着目标前行，为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，推动建设中阿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。